3到19节。和合本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第301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提摩太前书6章3到19节。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妄疑，并那坏了心术、失上真理之人的竞争。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第9节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，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第13节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并在向本丢彼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嘱咐你要守这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、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世人未曾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的，要将它显明出来。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。阿们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以上。这时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，所要讲的题目是管家生活1，做金钱的管家，做金钱的管家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当中。此时恳求你圣灵亲自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明白这一段经文当中所传达的是你的心意。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明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原本在10月份是灵命操练的月份，但是因为我们讲到安排的关系，所以这一次我们管家生活的灵命操练，在这个礼拜才开始。那在接下来，我们总共有4次的管家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思想。其实管家生活是我们基督徒很基本必要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明了的重要部分，是神的心意以及赋予给我们人的使命。在创世纪一开始，上帝就赋予给我们人有管理世界的能力和权柄，因此我们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管家生活。我们也可以邀请那些亲朋好友一起来明白，我们基督教在说的管家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。其实在未来的4次，我们除了今天是用金钱来做管家的生活，我们接下来还有时间、恩赐以及关系等4个方面要来了解好管家的用意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是，我们如何做成为一个管家，如何做以及成为一个管家。那么我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
在一个礼拜之中，你可以管理掌握多少金钱呢？在这个礼拜里面，有人说，我就是每天买菜钱而已，我就管理这些钱。有人说，我这个礼拜我管理家里的大大小小所有的财务支出。上班的人可能说，我就固定每个月就是这么多钱，我就做好分配，一项一项的分配。如果是公司的负责人，他说我要负责的是整个公司、整个集团、企业的财务管理。不论如何，我们都会掌握到一些金钱的运用。其实，在坊间很多的书店都一直在教导我们如何去运用管理金钱，如何从管理金钱当中去取得财富。其实，我们要再想一想，那在圣经当中，上帝要我们如何做？我们到底可以掌握多少金钱？回想从2008年金融风暴的那个时刻，其实有很多人在那一次的金融风暴当中失去了财富、家庭。其实，在更久之前，我想我们在座的长者，他们都有讲过一句话说：“台湾钱因卡巴”，就台湾的钱多到到处都是，代表着我们过去的一个富足生活当中，钱其实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尤其又从最近的选举议题里面来看，很多的经济财富成为候选人他们最主要的政见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在运用管理金钱呢？事实上，我们有真的成为金钱的管家吗？还是我们是被金钱所管理呢？到底我们是在管理金钱，还是金钱在掌控我们呢？今天的经文一开始，保罗就叮咛嘱咐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从年轻的时候就跟随着保罗，是他的门徒，是他的同工，也是他属灵的儿子。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叮咛，这个叮咛里面包含了生命的叮咛以及事工的叮咛。在这叮咛当中，保罗要提摩太以祷告为优先，以及要如何来牧养男女的信徒及年长者，如何在长老及执事的职分上要如何去分配，如何去管理，而且要照顾管理那些孤儿寡妇，如何要敬重教会的长者长老们，如何教导他要如何来在职场当中的一些规范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第6章里面，教导要如何做金钱的管家。金钱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当我们被它管理、被它掌握的时候，有人说它就是一个最危险的异教。在和合本的新译本里面说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仰。保罗要提醒提摩太，要注意那些传异教的人。他说，这些人若传别的教义，不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合乎敬虔的教导。这要讲的是，我们通常会认为与基督教真理不合的其他宗教，我们都称之为异教。那么在金钱上面，如果我们贪图在金钱上面，我们违反了耶稣基督的教导，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别的教义。因此，金钱财富是现代人其实最爱的。其实不止现代人，在过往的历史当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财富金钱是一般人追求的目标，甚至是视为一个成功的一个标准。社会上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，孩子从大学毕业就要开始努力的赚人生的第一桶金，赚到第一桶金之后，就要开始累积财富，要拥有更多的金钱。这是一般人对金钱的追求、贪婪、争夺、占有，但是有没有去好好的使用与管理呢？我想这样的一个氛围在我们社会上已经到了
所谓的信仰宗教的这样的一个程度。对应有一句俗语说“人不贪财，天诛地灭”的这个俚语，其实拜金主义已经不足以形容人与金钱财富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拜金已经成为了好像是一种信仰。纵使这样的一个拜金，它没有正式的教义、聚会、仪式，但是它可能却是人数最多的一个信仰教义，也是最危险的。因为对金钱财富不正确的追求、贪爱、争夺、占有、使用、管理，所产生出来的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猜疑、心术败坏、恶性竞争，其实比其他的异教徒更加的严重。台湾最近所发生的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其实是财团或者是企业，他们将利益摆在第一位。若是没有办法赚钱的事业或单位，他们就把它结束；但是有利益的，他们就要想尽办法获得更大的财富。因此，这些企业财团就被金钱所控制，反倒成了金钱的奴隶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有时候我们想，我们要省着，我们要找那便宜的，其实也是助长了这些企业他们在获利方面的被压缩，我们也是被这样子所限制住。因此，我们要对金钱有所认知，我们就要我们不被金钱迷惑这几个重点，我们一起来思想。其实贪恋钱财会使人陷入在迷惑与网罗中，正如耶稣比喻那位无知的财主一样。在路加福音第12章16到20节，这位无知的财主是在耶稣在对众人讲话之后，有一个人说：“老师，请吩咐我的弟兄跟我分父亲的遗产。”耶稣回答他说：“朋友，谁指派我为你们审案，或替你们分家产呢？”耶稣继续的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自守，避免各种贪婪，因为一个人无论怎么样富裕，他的真的生命不在乎他有多少的财产。”所以在这个时刻，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个财主的比喻。他说：“这位财主有丰富的田产，但是这个财主却心里不断在盘算，我没有足够大的地方来收藏这些谷物，所以他应该怎么办呢？”这位财主想了又想，他自言自语说：“对了，我要把原有的仓库拆了，改建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存放五谷粮食。”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财主不断的对自己说：“幸运的人啊，你拥有一切的好东西，足够你花用多年，慢慢享用，吃吃喝喝过舒服的日子吧。”但是上帝却要对这个财主说：“你这糊涂人，就在今夜，你得交出你的生命。那么你自己所积存的一切财物要归给谁呢？”在这一段比喻当中，耶稣的结论是：那为自己积聚财富，在上帝眼中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。无论这个无知的财主他所做的是什么，我想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：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倚仗自己的财物，必将跌倒。因此，贪恋钱财，第二个会使人陷入在私欲当中，叫人败坏与灭亡。正像拉撒路故事当中的这一位财主，当他们被蒙召之后，财主穿着紫色的外袍和麻布衣，天天在享乐，但是他最终只能在阴间受苦，连要拉撒路用指尖点点水凉凉他的舌头都不可得，所以他只有败坏与灭亡。箴言说：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，
蹲伏是为自害己命。凡贪恋财物的，都所行之路都是如此。这个贪恋之心，乃夺去财者之命。贪恋钱财，也会使人偏离真道，陷入许多愁苦而伤害自己。撒该在还未悔改之前，他用讹诈的方式收取了许多的税金，使自己的生活得到很多的财富，但是他与人的关系却是遭人唾弃。众人在等着需要看耶稣来的时候，撒该找不到一个位置，他只有爬到树上，他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与耶稣来相遇。所以箴言说，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就是自己取死，所得的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。贪恋钱财也会使人贪婪。在今天的经文中说，贪恋钱财是万恶之根。诗人有说，因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且轻慢他。所以贪财会让我们离开神，我们会背弃神，会陷入在万恶之中。那么我们刚刚所讲的贪恋钱财好像非常的严重，我们好像不能接近它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金钱却是与我们息息相关。那么我们要再一次透过了解金钱的本质，来明白上帝所赏赐的恩典。保罗叮咛说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其实钱财可以让我们有衣有食，可以过得生活基本的满足与丰富。如果用这一个方面来看，金钱的本质是好的，因为它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它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常常有许多的想要，我们想要的东西，透过现在的社会的媒体广告，不断的在刺激我们去购买。但是我们回头想一想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看，这些东西是否是真的我们的需要呢？金钱的本质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不是想要。所以保罗再一次叮咛说，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可见钱财是出于上帝所赏赐的，金钱的本质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，为的是让我们享受他所赏赐的一切。上帝赐给亚伯拉罕极为富足，在创世纪第13章以及第24章里面，这样记载着说，他的金银牲畜极多。他身旁的一个老仆人更见证说，耶和华大大赏赐这个福给我的主人，使他昌大，又赐给他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奴婢、骆驼与驴。亚伯拉罕所得到的是从上帝那边而来的赐福。我们从另外一个人约伯身上，我们也可以看见，约伯虽然受到苦难，这个苦难是出于上帝的应许，他从苦境里面回转，所以耶和华上帝赐给他的比先前的所有更加倍更多。所以经文特别把这个数目记载出来，说他有14000头羊、6000头骆驼、1000对的牛，以及1000头的母驴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钱财是出于自己的竞夺与贪婪，不是出于神的赏赐，那么我们就无法享受真正的钱财所带来的满足。保罗也叮咛，不要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，钱财是无定的。正如箴言上面所说的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耶稣也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在地上有虫咬，能朽坏；有贼挖窟窿来偷。虫咬、朽坏、贼来偷，表达的是钱财是无定的。因此，金钱的本质它是无定的。
我们不应该只是贪恋在钱财上。物价的波动，其实会让我们在地上的积蓄，我们看的金钱，只是一堆的数字。比如说，现在你口袋当中的100块，与10年前的100块，数字是相同的，但是它的价值却不一样了。因此，金钱的本质是会改变的，但是唯有上帝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。因此，保罗说：“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”正像拉撒路故事中的财主，他虽然在世穿得很漂亮的衣服，过着很奢华的生活，但是他离开的时候，连一点财产也带不走。我们每个人从母腹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是赤身肉体的来到这个世上。当我们蒙主恩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空空的，无法把这个世上的任何的财富带走。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唯一可以夸耀的是，因为有耶稣基督，使我们有这个确信，将来我们所可以带走的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可以进入到他荣耀的国度里面。因此，金钱的本质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们要了解耶稣所说对无知的财主所说的：“今夜你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”我们在金钱上面的本质，我们要明白。如果这样子了解之后，我们好像把金钱讲得很差很差，好像它是我们不能去接触的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要我们去学习做金钱的管理，因为我们从了解金钱会迷惑我们，使我们贪恋金钱财之后陷入那个网罗，以及我们了解金钱的本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正确的金钱的管家。耶稣所说管家的比喻，显然可以用在这个观念里面，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。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里面，耶稣在做比喻的时刻，他说：“天国将要来临的时，那领5000的也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赚了2000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这对他们两个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在这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情派给你，你可以进来。”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是说，来分享你主人的喜乐。当我们做好金钱的管理的时刻，那个应许的恩典，就是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国度里面，去享受那真正的快乐，或者我们说喜乐。这个喜乐是无人能比的，是因为是上帝亲自应许给你的。但是那领1000金币的仆人，上帝却说：“你这又坏又懒的仆人，因为你没有管理，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栽种的地方要收割，在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据，你就该把我的钱做好管理，甚至是说，你就存入银行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连本带利一起收回。”这一个没有做管理的仆人，耶稣的比喻里面这样讲。说那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，甚至要把他赶到外面的黑暗当中。我们从这里面，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去看见，这个管理是上帝命令，以及上帝会赐福应许给我们的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做好金钱的好管家。我们要如何做这金钱的好管家呢？保罗提供了几个原则，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，从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里面，需要我们彻底去认知金钱的本质。第6章第7节说：“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”代表这金钱的本质，我们要明白。第二个是要彻底了解金钱的迷惑，在第9节到第10节里面。金钱会迷惑我们，使我们陷入危险，使我们失去生命，使我们离开上帝的真道。
第三个是要追求永恒，持定永恒。在第11节到第16节里面，告诉我们的是，当我们做好管理，我们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们按着那个真理来走的时刻，我们就会持守着有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耐心、忍耐、温柔这几个东西，会在我们的生命上协助我们逃避金钱的诱惑。我们要确知，上帝是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，耶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，所以我们应该谨守主的命令，不沾染污秽，不让这些金钱的诱惑来污染了我们。我们更要知道，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，使这个荣耀得以显现。因此，在第6章第7节里面，其实也是再一次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平衡属灵的生活与物质的生活。这在当中，我们常常会被偏向天平的另外一边。我们如何取得平衡？其实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追求敬虔，也要善于管理我们的钱财。而且在钱财方面，我们真的需要知足，因为我们的需要被满足之后，我们就要知足，献上感谢。而且在今天的经文第18、17节里面，让我们知道不要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，我们要依靠上帝，因为上帝是赐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在18节里面，保罗更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财富，我们要竭力的行善，在好事上付出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那么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，从这段经文里面，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成长。因此，在金钱的本质与金钱的迷惑、诱惑当中，我们要明白，所以我们就学习去管理。坊间许多的管理的书籍，其实都是协助我们做规划。但是在信仰当中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一切的赏赐都是来自于上帝。因此，我们是要一切向前看，还是一切往前来看呢？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当中，其实我们的氛围都是处在向金钱看的世代，所以让许多的人看不见未来的方向。所以我们需要往前来看，看见的是今生，也看见的是上帝所赏赐的永恒。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，来以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明白无定的钱财，以及为自己积成那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能够见主面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可以持守那个真正的生命。因此，在金钱的管理上面，其实有人说，没有钱万万不能，有钱好像凡事都能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时候你感觉到钱是最有用处的？那又有什么时刻你感觉到钱是最没有用处的？钱关乎着我们的生活，它是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不是满足我们的想要。因此，在这个礼拜当中，我们可以再一次用这个思想，到底钱对我们最有用处的经历，以及最没有用处的经历，来与人分享，来见证上帝的荣耀。更加的是，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该如何的来正确对待金钱。每个人所管理的方式不同，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们都可以领受到这属天的祝福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的同在。虽然你赏赐这金钱来让我们管理使用，但在过去的日子当中，我们因着人的软弱、贪婪，我们误用了上帝你所赏赐的恩典。其实上帝你早已应许要供给我们的所需，更吩咐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，包含管理金钱财富。在领受这样的恩典之后，我们更要将这样的恩典与人来分享，
使每个人都能够进入到你富足的国度当中。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在管理金钱上面能够来见证你的荣耀。我们不在意有多少金钱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准，我们要以主你的恩典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。愿主你亲自带领我们。其实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同心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